让你压力减轻一些。不愧是韩前辈，受教了。不过前辈也许已经料到了，紫菱其实还想恳请前辈出任本门的克星长老。紫菱门主实在是太爱了。如今韩某只想潜心修行，无心卷入这些是非，恐怕要令你失望了。不过无功不受禄，韩某愿出灵石买下这段天雷烛。门主意下如何？前辈既然不愿受拘束，那可否担任本门的名义长老？紫菱保证，只是借前辈与那位身外化身的前辈结丹修士之名自保，绝不会去做什么招摇之事。若是本门真遇到什么麻烦，前辈也可自行斟酌是否出手。事后，妙音门会另行重谢。若是前辈依旧觉得不妥，紫菱也不强求，只是这天雷烛还请前辈收下。再说什么买不买的，可就太见外